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15台起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紧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伫南韩。南韩的公调处和警方伫今仔日透早去掠因的总统文秀月，伫台湾时间半暝啊3点20左右，因是去到总统官舍外口。这届出动的人是比前一届也搁较侪，动员上千的警察。根据韩联社报道，保护总统的警卫处伫台湾时间早起7点半左右已经拍开第3道风线，所以即马调查人员已经入去内底。南韩的公调处和警方是伫台湾时间半暝啊3点20去到总统官舍，4点20的时想要硬冲入去官舍，双方有发生冲突。也若上新的消息是，伫6点半左右有媒体去翕到，警方已经冲破第1道风线，6点40已经冲破第2道风线。根据韩国 JTBC 的电视台报道，保护总统的警卫处大多数是拢无阻挡。伫早起7点左右，外口阻挡警方的巴士车车辆拢已经驶走啊。目前传出温秀月主管到案去接受调查，因为温秀月的律师嘛正在和调查人员在进行谈判。镜头个转来，咱过来，咱来关心宪法诉讼法受罚的福基案，去互在野连抢好骨掉。行政长杜英泰是表示遗憾，嘛讲会搁再提起其他的救济听书。也若立法院伫今仔日要来审总预算案，民众党团是批评政府是乌白编预算，所以因拢总要抬调冻结3000亿的预算。国民党团是话讲要抬调各部会的宣传费用，而且要冻结国造唱水南18亿的预算。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真正是做伙通过宪法诉讼法的修法，行政院提出复议案，搁互拿白联手好决，后一步要安怎行？行政院长杜英泰10时是表达强烈的遗憾，表示讲已经尽到宪政机关的责任，目前是持续收集各方的意见。那么我们也会在于宪法的规定底下，采取一样的态度来因应后续。总之，我们希望维持的是宪法5院体制的正常运作。行政院毋但是宪诉法救济方案，要较紧来验伤。另外一个课题，还有调真久的114年度的总预算，9月15开始要密集来协商，要并21后会进程完成3读。不过，民众党团10时是指控政府预算大灌水，普遍预算，搁呛声讲要抬2061亿外，含冻结974亿7732万，抬提案加上冻结提案差不多3000亿，占总预算的10%。抬上这就是要抬半部台电1000亿的预算。另外拨补1000亿，过去3年已经拨了3次，丢了3000亿进去了，涨电价涨了5次，结果台电那个洞越补越大。根据统计，民众党团提含冻结提案有500案，国民党团是2500案，拿白加起来差不多3000案。另外，在野有共识要抬各项预算，民进党团强调讲各项是无分析的。原则上是国防部要求的2亿，好，我们照列好。另外，国防部用不到的18亿，我们是暂时冻结，完全没有删除到潜舰的预算。民众党自己也提出砍国防预算3%的提案，这就坐实了蓝白剑指国防预算，蓝白都是中共的在地协力者。另外，行政院就立营党团干部委员会调委来召开协调汇报，重点放伫总预算。吴思瑶表示讲，行政立法沟通真顺。张启凯是认为讲，赖政府嘛应该和在野来沟通，促进朝野的和谐。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因民众党伫2月15要补选党主席，昨昏已经开始登记参选。代理主席黄国昌大声宣布伊要参选，强调讲伊会延续郭文哲精神。也若前立委蔡壁如是已经辞掉台中市政府的顾问，外界是又讲伊是为着要参选党主席。也毋过蔡壁如是对外表示，伊讲伊无一定爱选，若是和黄国昌有讲好，伊就会全力甲支持。
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涉嫌花声案羁押禁见，进前请示党主席，目前是党内立委黄国昌来接任代理主席。民众党14开始开放登记报名，2月15网络投票，外界关心黄国昌、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的动向。黄国昌早起是第一面册发文，宣布投入台湾民众党党主席的补选。柯文哲主席，他用他个人的身体、个人的意志，在对抗着这个新威权体制、国家机器的追杀。这个党每一个人都没有退缩的空间。宣布要参加党主席的补选了后，黄国昌的第一站就来到台北市议会，拜会议长戴锡钦对蔡壁如发话讲要沟通，黄国昌跟他讲会全力争取每一个党员的支持。纯粹是时间上面的巧合啦，是之前就已经排好的行程。我相信争取每一位党员同志的支持，那是我接下来成为正式的候选人之后，那我责无旁贷的任务。前立委蔡壁如请示台中市政府有薪水的顾问资料后，外界解读讲伊是想要来参加主席的补选。不过蔡壁如澄清讲伊无一定爱选，若是和黄国昌沟通好就会全力甲支持。不过即马嘛传出讲党内高层已经有共识要全力支持黄国昌。中央党部作为办理选务的单位，也已经成立选举委员会。那在林富兰主任监察员的带领之下，会把选务办到最好。还早了，距离截止还有好多天呢。我们有联系的管道了。我之前一直讲过党内如果有人要勇于来承担的话，那我想我就会全力的来支持。针对外界关心北市科和鱼股市场的争议，敢会希望讲南北充分沟通？黄国昌表示讲，台湾是法治国家，该安怎做就安怎做。伊讲政党互相之间，莫有伤侪政治斗争还是攻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阁有冷气团路南会影响咱台湾，而且雨水会较高，所以是担湿阁寒的天气。咱来看云图，因为冷气团路南加上南边云系往北边煞，湿湿冷冷的天气是一直维持到明仔透早。也若今仔日，北台湾高温只有16度至17度，中南部、花莲、台东高温是18度至21度。暗时温度会下降，所以提醒乡亲早暗就要穿好少。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拜五的透早，明仔是上寒的时阵。到时阵西半部、东北部气温拢只有10度至13度左右。最近的天气较寒，有医生就提醒讲，心肌塌发生的几率嘛对咧增加。根据统计，咱台湾逐年大约有17000人被发生心肌塌，而且即马少年人发生的比率有增加的趋势。医生提醒民众，如果无戴保证，脚趾痛、用胸坎会痛，就要赶紧去病院检查。当时我滑手机，忽然间觉得比较累，我眼睛一闭，没有任何痛苦，我眼睛一闭，其实就已经 OK 了。好家在经过抢救，即马身体复原了袂歹。心脏内科医师指出，心肌塌发作进前，民众可能会感觉胸坎痛、胸坎杂杂，也是变寒。医生讲，这几年心肌塌有少年化的趋势，一寡无到40岁的民众都有这个状况。年轻化这件事情，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抽烟啊。原本你就有胆固醇过高，然后而没有治疗，这件事情会加速这个可能我们会常常发现在病人。来就诊的病人，这些病人可能都低于40岁，然后就突发这些心肌梗塞哦。根据卫福部112年的统计，心血管相关病症是国民第2大死因。当年大约有17000人有心肌塌。医生表示，每一个人对身躯疼痛的忍受度无同，若是脚趾痛、胸坎痛，都应该爱提高警觉去看医生做检查。我们在网络上其实有看到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类似大力的咳嗽，或者是去捶打他的那个手肘内部，这些其实算是一个错误的急救概念。其实第一时间就是赶快引导病患坐下，然后采他舒适的方式来做一个休息等候。另外，消防局也强调，若是发现身躯边的人有心肌塌的状况，就先打119叫救护车，照救护人员的指示协助急救，安尼患者恢复的几率就愈高。医生嘛提醒讲，最近天气寒，心肌塌发生的几率可能会增加，提醒民众一定要加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
因若今年旧历过年会当休9天，正式病院啊、诊所啊，有可能拢无开。健保署伫昨昏已经公布，有慢性病爱摕药的患者，对今仔日开始会当提早去领药啊。另外呢，加上最近流感当地牙、当地病例数当地增加，医生嘛呼吁慢性病患者普通时啊，就爱食药啊，控制疫情、控制病情，而且爱预防为着流感并发重症。过年要到啊，年假的时阵，病院诊所侪拢无看诊，不过慢性病患者也是爱照常食药啊控制。1月14，健保署就宣布，有慢性病连续处方签的民众，会使伫过年前10天，自1月15开始，就通提早去领过年时要食的药啊。有医师嘛呼吁慢性病患者平常时就要注意控制病情。比如说你有肾脏病的，那甚至有的有糖尿病的，做好慢性病的一个照顾呢，它都可以来有效。可以来减少呢，那流感感染之后呢，那就是说并发这些我们担心的这些重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风险。另外，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的资料显示，流感对去年10月到今年1月13，已经累积461个流感重症个案。对今年初1到13有注流感疫苗的民众，大约32.5万人，是去年同期的3.8倍。有医师预告，伫过年前会是流感高峰期。因为接下来大概就是快要过春节哈，然后会有很多人到附近的国家去旅游。然后流行性感冒其实不是只有在台湾哈，在日本其实跟韩国也都非常的严重哈。除了施打疫苗，然后另外也必须要做到就是勤洗手啦，戴个口罩，然后避免去人多的地方。那流感当咧流行，最近民众也拢真烦恼，防卫着麻疹。医师也特别强调，只要是1981年进前出世的民众，若是有得过麻疹，体内拢有抗体。1981年之后出世的人，会当检查体内是毋是有抗体，才决定敢要注麻疹的疫苗。上重要的是加强个人甲环境的卫生，减少去人侪所在，随时观察家己的身体状况。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军方的人事变动，总统府伫今仔日要举办授阶典礼。陆军司令将邱明上将会调任做军备副部长，陆军司令会由副司令李坤修来做。有人士即马表示，这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届任命，即马代表国防部长顾立雄已经受到军队的信任。来看联合报。环境部公布去年空气品质监测的结果，到去年的11月底，咱全台的 PM 去到2.5，平均的浓度是每立方公尺12.5微克。不过环保团体即马是质疑，这不是正确正确的数字，是认为空气污染的问题是比这个数字也搁较吃力、搁较严重。去年10大空气品质上歹的所在，有8个所在是伫高雄。对此呢，环境部有对外回应讲，所有监测站的数字拢是公开透明，拢会当去查。继续关心中国时报，伟大的执行长黄仁勋这礼拜会来台湾参加台湾分公司的买价，不过伊人还未到台湾，回答亚洲总部到底是要设伫倒位，已经引起社会讨论。目前有11个县市等咧争取，不过国发会主委昨昏话讲伤紧，伊讲总部会设伫台北，亚洲研发中心会设伫高雄。了后是赶紧对外背会解说讲，地点应该由回答公司讲的才准算。因为常常有中国企业来非法来咱台湾，学高科技的人才，佮偷学咱的技术。新竹、台北、新北桃园检方共同调查，已经甲3间非法的中资企业起诉，也是原起诉。学者即马警告讲，咱的技术互中国偷学去，这应该爱当作是国安事件来处理。嘛，呼吁企业爱有自我防卫能力，也建议政府抓到就爱加重处罚。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高科技产业重要的生命线，甚至是全球半导体 IC 设计甲光电产业的核心关键。新竹检方再出动，查到3间无经过同意非法伫台湾办理业务的中资企业。本处检察官业已侦查终结，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4条之1及第93条之2等规定，
对相关被告提起公诉或予缓诉处分。其中连3年是中国电子企业竞争力百强的中国北方华创，去年调查局侦办的时候，因拢无承认。检方调查，北方华创伫2016已经伫台湾违法买卖甲维修半导体设备。为着多心调查由姓黄的台湾查甫人2017年买台湾另外一间公司暗号，请26个工程师由中资公司付钱，另外一间北京嘉南公司找4吨的台湾人伫2017设立在台的据点，给台资来盗险审查，甲晶片研究数据甲技术成果公布北京公司。第3间合肥联瑞美公司嘛共阮招人做晶片研究设计测试。学者警告讲，中国是直直想要偷摕咱半导体先进制程甲光电的产业技术。中国最早是事实上是希望借着像紫光这样的集团啊，甚至发下豪语说要把台积电买下来，好，所以可以大概知道说，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先进技术，特别是半导体的先进技术啊，觊觎的程度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如果我们把这种窃取机密的行为用经济的角度来衡量的话，恐怕它对国家的伤害，事实上不小于这个内乱罪跟外患罪。我们可能要想的是更多有效的这个防治措施啊，譬如说甚至取消这些犯罪人的国籍等等。国内高科技的从业人员应提高警觉，慎选合作对象，并加强内部的风险管理，防范入资企业的不法渗透行为。学者讲，台湾高科技技术若是向偷摕外流，应该当作个案事件，呼吁企业要自我建立防护的心态，避免去利益诱拐。嘛认为政府应该提高处分。检方嘛鼓励从业人员要检举可疑的行为，共同来防止非法中资的业务活动。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最近是抓到两华高级的诈骗集团，中国迄边负责敲电话，假是检警，无就是亲戚朋友。为着要避免显示的电话号码是境外电话号码，互人怀疑，拢这电话拢是由台湾的机房转接的，假做是台湾敲出来的电话。这半年来，因逐个月电话是敲5万外通，有可能有上百人受害啊，损失的金额超过5000万。我小孩子结婚都已经6、7年了，还没买好的卡。不是被诈骗集团吧？不会吧？听见的老母接到后生敲电话来，讲买厝的头期款无够，所以就提出老本金元100万。不过电话另外一边其实是诈欺集团假的。这款的药看卖我是虾米人的诈骗，即马刑事局又叫查到真侪条，背后拢是由中国人士主导的。国际电话如果从国外进线之后，会显示一个警示语音。那目前诈骗集团为了规避这个警示语音，所以改采以 DNT 方式向民众来诈骗。就惊境外号码引起国人的戒心，对方违法的集团找到国内人士处理电话转接，靠这台数位行动转接设备协助把国际号码转换做国内的行动门号，让中国的成员会当记做检警、亲友对台湾人下手。已经骗至少半年，每个月通话量有5万外通这多。警方初步清查，超过100人受害，损失是伫5000万以上。诈骗集团怕说我们找到，那就开始想要说，那我是可以放在车上哦，那车上就是发话地点会不固定，等于说一天他换好几个发话地点，甚至他一直在移动。警方抓到不法的据点，对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高雄市等等的所在拢有，已经伫全台湾四界骗。这回大规模抓到诈骗，伫台湾是抓到11人，不过犯罪源头也未互清掉。即马过年又搁要到，民众也是较注意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这3天，咱的外交部已经陆续协助防拐去东南亚1500外台湾人返来台湾啊。前一阵呢，更有传出一个跳火舞的表演者，打算就是人要伊去泰国表演，也毋过结果呢，伊是互拐去缅甸，互拐去缅甸的诈骗园区，全互人关起来，而且拍甲规身躯焦伤。伊虽然要3礼拜，即马总算平安返来台湾。面上看出来真忝，毋过火舞表演者小鬼心肝头感觉真幸运，会当来到台湾。当初伫面册社团找到去泰国表演的工作，煞意外落入诈骗的陷阱。经过2间换车佮过河，到尾互人带去缅甸做诈骗。把上衣全部脱掉，然后靠手靠在那个大广场上面，然后让太阳普晒。这个期间都有可能会受到殴打、踢。
之类的都有可能。小鬼身躯真侪伤痕，讲到这场意外恐怖情景，一直伫脑中无法度袂记哩。拄啊到位，就去互人扣掉的一直拍，一举一动拢有人监控。小鬼要向外求救，佮互人私刑对待，失联将近3礼拜，10会当平安回来，嘛互伊的亲人总算安心。我们这边的那个联络官联络那个 NGO 他们真的蛮给力的，这种联系拉紧了。这机会就大了。我当下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被放出来，不是每个老板都会愿意放。会当互人救出来，除了有各个官方介入，嘛靠民间救援组织出来协助。不过，这种海外诈骗为高薪长期人才借贷诈骗，即嘛阁有长期表演手法一直变化。敢若最近3年，咱外交部协助国人为东南亚脱困的，都有1533人。实际的求助数据，我们认为一定是有存在落差。这最主要还是因为像部分的受害者，他们可能基于恐惧，或者是说他们回台之后羞耻，不敢报警，然后或者是说甚至他们本身就不信任救援的这个动作。那骗人的步数都变化，诈骗防火据点嘛一直换。本来大部分伫柬埔寨已经改去缅甸寮国这块里，泰国是变作中站，上准2段关键方便移动，也加开互被害人相信。泰国会说这些事情发生在缅甸，你找我干嘛？怕缅甸军政府会说我管不了克伦邦啊，所以说他为什么愿意做？因为新闻闹大就愿意做啊。互人骗的案件不时有听到，不过泰国缅甸官方展开救援的行动先后顺序，有多一寡考虑甲选择的。民间救援单位是讲，背后原因真复杂，牵涉到利益关系。不过一段救援的标准就是无论一直报，只好爱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13日对外表示，加沙停火协议立要实现下，而且会确保以色列的人质还有巴勒斯坦人会当平安倒转去。按算伫第一阶段会先停火停42天，互相放出33个人。美国总统拜登13日国务院发表外交政策谈话时表示，加沙停火协议经过1年以来陆续谈判了后，就要实现。国安顾问苏利文也表示，这礼拜可能达成停火协议。Palestinian people deserve peace and the right to determine their own future. Israel deserves peace and real security. And the hostages and their families deserve to be reunited. We are close to a deal, and it can get done this week. I'm not making a promise or a prediction, but it is there for the taking, and we are going to work to make it happe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以色列官员的讲法指出，哈马斯按算会伫第一阶段放出33个人质。以色列认为大多数还佫活咧，不过其中一寡人可能已经过身啊。官员佫讲到，双方伫42天的停火期会互相放人质，佫有巴勒斯坦的犯人，并且伫加沙走廊设一个缓冲区。The first phase would last roughly 6 weeks, and during that time, Hamas would release some of the 100 hostages it's holding in Gaza. In return, Israel would pull back troops from Palestinian population centers, allow displaced Palestinian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s, and als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surge badly needed humanitarian aid into the territory. 手举蜡烛甲亲人的相片画口号，伫着来维护的街头示威。有人质的家属对停火协议表达烦恼，因为因认为，若是以色列撤军，哈马斯是永远袂甲出的人质放回来。因阁指出，甲因为太以色列人和关伫加甲的巴勒斯坦犯人放出来，敢若会互即款的绑票甲暴力的事件愈来愈多。公司新闻电话人朋友。因为美国南加州的火烧堡是烧甲真严重，目前烧起的面积已经是比规个旧金山也搁较大，而且即马当地搁咧透强风，就惊火势又搁倒起来。隔壁墨西哥赶紧派消防队来斗拍火，有民众即马嘛加入救援去斗救灾区的动物。洛杉矶西科迪亚的市场重大野火已经烧毁超过160平方公里的面积。目前太平洋断崖地区的火势敢若控制14%，伊顿大火敢若控制1/3。歹消息是13较晚的时阵，佫开始有强风。美国国家气象局是发布特别危险状况 PDS， 这是真罕的看的。预测上悬阵风的时速会当到105公里，14透早4点会到上危险的程度。消防队员13部署佫较侪水车，投入8500个消防员，要较紧来加强防备。Severe fire weather conditions will continue through Wednesday.
The anticipated winds combined with low humidities, we're absolutely better prepared for this coming PDS, the severe fire weather event. 另外，对火灾起因，伊顿大火灾区的居民，伫火灾一开始的时阵，威胁到苏电塔附近导火影像，怀疑可能都是肇事的凶手。当局已经对这开始调查。另外，太平洋断崖捌伫1月初伊日透早发生细条火灾，疑似是有人放新年烟火造成的。虽然讲真紧就拍花，但是地点和初七的火警真小啊。无排除是村的热能因为透风一直烤，结果搁一摆导火，才会造成这个火灾。目前火警已经造成至少24个人死亡，就万栋厝红烧甲密密麻麻，逼死10万外人撤离。先进民署杰夫莫瑞尔是使家己的拖拉机拖车，伫潘托加全国的灾区救马猪仔游道顶超过300只无所在通气的动物。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英国 Kate 王妃之前有对外表示，伊家己着癌，因若即马已经治疗到一个坎站。10时时，伊是转去伊治疗的病院，感谢医护人员，嘛鼓励其他的朋友，讲治疗这条路无好行，毋过一定要勇敢行落去。凯特王妃10时转到伊治疗癌症的皇家马斯登病院。不过，这边伊是人客，不是病人。伊伫咧病院感谢医护甲工作人员，也甲其他的病人谈话。伊讲抗癌的路真辛苦，伊家己上会当体会。不过健康行出来了就是光明。伊伫社群媒体讲，伊即马癌症的病症已经有较好、较放心，会专心伫咧恢复健康。伊讲有抗癌经历的人拢知影，要适应新的生活爱时间。伊希望伫咧新的一年会让过了真充实。This is Scout. Sit. Get your paw. Do your portrait. You can. It shines a light on the work we do day in and day out for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Princess is wonderfully natural. You'll have seen patients actually hugging her and identifying with her. So it was very moving, very touching, and I'm sure it was moving for her also. 伫152年成立的皇家马斯登病院是癌症专科病院，这边因为凯特王妃来，大家才第一遍知影，这是伊治疗癌症的所在。凯特这马是这间病院的皇家联合赞助人，伊的翁婿威廉王子也是。另外，已经过身的戴安娜王妃，伫在生的时阵也是皇家赞助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京官员今仔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决定把古巴对赞助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内底提掉，这是构成和古巴当地协议的部分内容，希望古巴会当放出政治犯。北京嘛废除川普进前咧做总统的时所实施的交流限制。继续来看中国、日本的执政党交流机制第9届会议昨昏伫北京举办。中国是呼吁双方的执政党要加强对话，用实际行动推动两国关系会当稳定来发展。日本是要求中国要撤销对日本水产的进口限制。继续关心洛西亚驻布拉格大使馆最近推出一种针对捷克公民的新签证，目的是要向认同传统洛西亚精神，也个有道德价值观的人。捷克外交部是批评讲，这项签证是洛西亚的自信证，所以呼吁捷克公民唔通去洛西亚。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总统赖清德有接见立陶宛前外交部长兰皮吉斯。嘛颁发种种予伊，感谢伊对两国关系贡献。因为当年新冠疫情当严重的时，立陶宛捌关伊封杀互咱台湾，那伊就是幕后推动这项决定，决策帮助咱台湾的人之一。总统赖清德嘛表示，两国会团结来守护民主和自由。立陶宛前外交部长兰博基斯受到邀请来台湾访问。再去带因牵手较后生，做伙甲总统赖清德见面，而且总统颁发特种大寿警察勋章予伊。外头看新冠疫情当严重的时阵，立陶宛捌关邮票予台湾，协助台湾防疫。幕后上大的功臣之一，就是兰博基斯。迄当阵伊捌讲，爱自由的人民应该爱互相照顾。And I have a belief that this is the connector. This is the main connector between Lithuania and Taiwan. A feeling of freedom and support to each other. 立陶宛是第一个捐赠疫苗给台湾的欧洲国家，我相信
许多台湾人民对这句话都印象深刻，也非常感动。这份恩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届兰博基斯摕到的警察勋章，分做第1等至第9等，会颁发予对国家贡献真大的台湾人或者是外籍人士，包括苏当时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日本外务省大臣官房长水秀夫等人，拢捌摕到警察勋章。兰博基斯表示，会支持台湾捍卫自由。For your freedom and ours, that means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our freedom, and we will help you fight for yours. 罗清德表示，台湾甲立陶宛之间唔但互相设代表处，嘛正做欧洲头一个以台湾的名义设立的代表机构。双边伫半导体、镭射、金融甲医疗等等的领域，拢有真侪合作的成果。现此时威权主义扩大，为民主国家带来威胁甲挑战。台湾甲立陶宛等等的民主国家，都要更加团结，共同守护民主自由。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今年旧历过年休9天，伊若观光署统计咱国内平均的订房率，和旧年同款，敢若4成多尔。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咱国内旅游真正是爱加油，而且旧年外国游客敢若786万人次来台湾佚佗，今年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希望会当成1000万的游客。交通部新春记者会打造观光特色是施政的重点之一，只是今年春节假期拢总9天，平均订房率目前是41.28%。观光署表示，甲去年平均4成差不多，分析原因，今年整体假期较长，分散大数需求，订房高峰伫初1至初3。交通部长陈世凯讲，假期长国家汇率因素，出国民众有较侪。你们会出国玩，其实觉得台币变得蛮大的，也就是说汇率上哈，我们不管到日本去玩或到韩国去玩，感觉都很划算。哈，汇率上是有这样子的差距。那我们去年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国旅也确实压力蛮大。不少民众感觉国内大名伤贵是影响旅游意愿的原因，像讲正月初2中部5000间饭店，一暝爱9000外台票。陈世凯表示，观光署拢有甲业者座谈过，了解业者伫大月甲小月的差别。不过房间价是市场机制，来台观光客去年敢若786万人次，交通部嘛定出目标，2025年会以1000万人次做目标。外界关心两岸观光开放的进度，咱拢有释出善意。透过我们观光小两会，也就是台旅会跟海旅会，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没有更进一步的讯息。对于观光，其实台湾的善意已经相当的多了，好，那个橄榄枝已经非常非常大枝了，好，那希望对岸能够看得到。对于国内市场排斥，来台观光客嘛也未比疫情前较济。观光学者认为，关键是旅游市场的品质，也加是不是有新的行程甲景点。这个品质包括的是食宿游构型各个面向，不会单纯只是住宿费用高这个问题，包括产品流程是不是有创新，让消费者能够感受到他要的那个 CP 值。学者讲，国内旅游都是观光市场的基础，若是连各地人都无爱佚佗，恐惊嘛无法度互外国人来耍。疫情了后，旅游趋势转向体验甲深度，观光署嘛会当跨部会、甲经济部的相关以及各地地方政府合作，规划出更较好耍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台北食较饱的餐厅响响，爆出那亲像是食物中毒案。疾管署有讲，因采检73个人，目前内底已经有9个人验出诺如病毒。到底是实在出问题，也是有人破病带病去目这实在，即马也该厘清。疾管署是提醒乡亲，顶礼拜有要17万人因为走北去病院互医生看，这个数字呢是5天来上悬的记录，所以嘛呼吁乡亲一定要接洗手，注意卫生。有名食较饱的餐厅响响信义美丰店疑似食物中毒的案件，餐厅12复业。卫福部疾管署14公布初步检验的结果，拢总采检73个人，其中有9个人验出诺如病毒的感染，其他的检体搁在检验，到底是实在还是人员造成传染？搁会等其他的环境检体和检验出来，再比对才会当厘清。大概是有9例呢，有检验出诺如的一个阳性的一个个案。那其他的一个检体呢，我们仍然持续在做检验当中。
疾管署讲做流行病学的调查发放问卷的时阵，发现讲1月初5到初7之间，当中有77个民众到向食自助餐了后，是感觉身体无爽快，其中以吐、落巴肚含想要吐这镜头占6成到7成，发烧有2成，巴肚胀无爽快嘛有1成4。对造成人客身体无爽快，享病集团嘛发声明讲，拢会互因慰问金，也是补偿顶夜的餐费，嘛会补偿医疗费用。后壁继续等调查结果出来，若是需要赔偿，会启动相关保险的理赔机制和定书，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消保官已经要求饗宾公司要依照所提的方案确实办理，逐一关怀客户，重视客户的需求，逐一解决客户的争议。疾管署提醒讲，顶礼拜国内落巴肚门急诊就诊，加起来是有169000多人次，是最近5年同期上悬的，而且最近是一直起的趋势。最近4个礼拜拢总是接到194件落巴肚群聚通报案件，嘛是最近5年同期上悬的。发生的场所是以餐饮礼俗业上济，病原体检验阳性的案件有92件，以验出诺如病毒上济。提醒民众旧历过年都要到啊，出去佚佗食饭的时阵，爱是便锁起了，食饭进前用杀菌洗手。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北市的大安区有一间私人的警察发生命案，一个52岁生出来的女性都互拍尾也死亡。检方是查出无误的装假人，哪亲像是一个姓王的作家，哪像是伊咧西东，已经甲伊抓起来。目前伊互法院收押禁见。伊的当地包括艺人李伟。嘛，互检方以证人的身份叫去问话，问煞已经甲伊请回。这个穿乌衫、规身躯包裹白白的，就是已经真久无伫咧演艺圈出现的艺人李伟。13日来到台北地检署，因为伊敢若牵涉台北市大安区一间私人警社的命案，伊两边互检方以证人的身份约谈，先后请回，因为伊误会的师傅敢若是凶杀案关键的人物。法官决议执行搜索。警方全副武装，将门暂开了，入去内底。出来查甫人看到警察，规人硬去。出来更正侪资，这个查甫人就是作家王军，也就是李伟的师傅。验过死者家属提供的相片，指控伊敢若就是警社杀人案的主使者。去年7月24日监视器画面，看到一个穿修行衫的主持甲2个信徒扫一台拖车，车顶载就是死出来死者。伊敢若是伫咧警社附近的餐厅，互人虐待拍过了，放进咧拖车顶头，搁盖一领透明的护膜，人拢无叮当被等伫咧警社，存款破也领甲空空。那发现另有完嫌，设有重嫌。那全案呢，讯后将依杀人罪嫌移送北检侦办。王军伫社群媒体有播真侪消息，不过拢毋捌互人看伊的面。对于修行的弟子李伟，伫案件发生了，也互检方团团约谈。经过一层一层的调查，真相是愈来愈歪。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姓陈的警察，是违法伫警察的资料库内底，乌白写理由就走入去内底找资料，收集民众的个资，尾也去互医学上班。即马一审宣判，伊是依照伪造文书罪，互判2档的有期徒刑，而且搁爱罚款30万。台中市警局交通大队一个姓陈的警员，假讲是公务，利用警职小号密码登入警政署警政知识联网，查询133笔民众的个资，互警政署移送法办。台中地方法院一审依照伪造文书罪判2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应该向公库支付30万。应该是不行吧？公器私用，应该是要有警察也要有关卡，然后关卡过了的话才可以这样子查这么多笔。有些警察会特别刁钻一些，就在某些不必要的地方特别刁钻，该抓的地方没有抓，就是会让人觉得警察不太尽忠职守。检警调查，姓陈的警员利用公务电脑 M-Police 电脑连接进入警政车籍资讯系统，线顶互疫情资料查询系统，加线顶整合查询个人基本资料，再个输入无实在查询理由，违法收集个资。前交通分队陈姓警员在111年期间有非因公查询多笔民众个资，涉嫌伪造文书及违反个资法。本分局自检至清，发现后依照业务系统呈报警政署，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来侦办。
检警表示，姓陈的警员明记知影，毋是公务袂使查询民众的车籍、个人和疫情也甲刑案这资料，按过也是违法查询。代志发生了后，已经调离开本来任职的第5交通分队。台中警方表示，后续要搁追究相关人员可干无周到的责任，维护警纪。记者综合报道。Team 台湾真正强，2024世界12强的野球赛、棒球赛，咱台湾摕到世界冠军，引起轰动。优卡公司即马嘛发行纪念卡，5天就卖超过26万张，创下纪录。而且这750万的所得，优卡公司嘛要甲全部捐出来，要捐予原住民的棒球协会、中华职棒和棒球协会，要来推广原住民部落的野球发展。队长陈吉贤带2024世界12强棒球赛所有选手面对镜头展现霸气的姿势。这场世界12强集训时阵的宣传上，配世界冠军加少一次二样，是5港三大通路已售销26万外张的冠军纪念悠悠卡。很开心因为要自己一个人像出现在上面是不可能的，所以感谢中华队让我有机会可以在上面对，那其实也蛮有收藏的意义啊。发行量破纪录，因为28个国手有14个原住民选手，优卡公司加750多万的销售所得，全部捐予中职原住民棒协加中华棒协，指定投入原乡的棒球运动推广。支援到偏乡的时候，可以让小球员们有新的球具可以用，然后在球场上有更好的表现。12强和棒球变正热，所来主要是经典赛、资格赛。中职已经表示，比赛前1礼拜会安排2场卖票的交流赛，目前确定要伫拜六举办。经典赛、资格赛的主办单位，他们已经在赛前的那个礼拜6、礼拜天都被他们包走了。蔡其昌表示，这是补调开选训会议，35个名单确定伫国外的选手会比12强其中2人加真侪，听候2年后开训，就会正式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去年风台袂少，受去年风台雨的影响，台南北门、红葱头今年产量是减少，收成无到去年的6成。水丰产地继续有起差不多5块至10块，也毋过农民讲扣掉工资甲其他的开销，里里扣根本就袂好。也那农会表示，这部分可能要等到2月也是3月，产量才有可能恢复正常。去年10月前的早仓，即阵差不多3个月尾准备要收成。不过台南北门这的农民却怨叹，今年产量比去年减真济，主要因为受到去年风台雨水的影响，造成这红葱头长变较弱，嘛较袂发，甚至有的嘛连去。红葱头正了，见咱面纱足大粒安尼，有产量较歹。放风台吼，出一个吼，葱仔尾拢讲有害去啦，损害去。所以吼，即摆讲发觉有较无迄个，今年你看这拢一站一支尔，这个无重，就阮这加无500-600斤，你介绍好较有路用，介绍好了产量走袂出来啊。农民讲，即摆伊一分地采收加无到1000斤，该付工资等费用，成本根本算袂好。台南红葱头种的面积占全台9成，其中北门区的面积就130公顷。农会表示，早仓采收，去年一分地通收到1800斤，今年平均降到1300斤。那产地计数有甲起，1斤起5至10块。真侪业者游玩照相买，因为红葱头会当添芳，增加料理的香气。有涨，现在大概150，一台斤150，之前大概都落在60-70到80那边。红葱头的计数会阁遐尼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年咱的雨水较多，导致咱的早仓种的量会较少。佮加上今年农历年前提早啦。除了做年菜需求，还有一寡餐厅烦恼春节市场无开市，会先甲红葱头囤起来。北门农会讲，早仓本正产量就较少，若要恢复产量，上紧要等到2月至3月。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新竹有一阵总铺赛，当年过年前拢会穿好了，免费煮一顿青草的互弱势团体来食。也毋过呢，因为即马物价起，民众的手头嘛无遐尔灵啊，爱心的捐款是一年减过一年。亲像之前也可以当办80外桌，去年剩50桌，也若今年敢若办20外桌。好吃。总铺师甲煮好的鸡汤放在桌顶，大家连伊摕碗茶来啉，会当伫寒天啉一喙烧汤，
感觉特别温暖。不过受原料起办到成本增加的关系，即马每一项菜拢变贵。现在国际物价上涨，以及目前前阵子青菜都飙涨的情况下，目前我们物价上涨都2到3成。虽然物价上涨，但是我们也是尽全力的来促成这场活动。新竹有一阵总铺师，过年前拢会传好食的料理，互弱势团体来食免钱的马鸡。不过受大环境影响，对外的募款是愈来愈困难。总铺师讲，2年前阁无80道，到去年变50道，今年只剩20多道。去年有办50道，今年办20几道。因为咧款的时阵哦，今年真正大家哦，因为物件拢起啊，薪水无起，荷包拢会较暗啦。所以今年咧募款的时阵哦，拄着较侪困难，但是阮嘛是足拍拼，尽量把这20几道、25道的经费拢全部拢募款到啊。特别在这2年物价波动的速度太快了，其实包含我们社福组织的募款也都有受到一些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这几年新增加的太多的一个需求，其实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到位。社福团体指出，这2年物件直起，在募款方面有愈来愈少的状况。加上今年较早过年的关系，对因来讲压力更较大。因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发挥爱心，斗3工，互弱势家庭也会当好过年。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今仔日是旧历12月16买鸡，生理人会穿生礼感谢神明规年通天的保庇，头家人嘛会办买鸡感谢辛劳规年付出。其实伫南北做买鸡，在买鸡风俗是无啥共的，咱同齐来了解。民众摕凉的汤仔饼仔来拜土地公伯，桌顶阁有满满的水果。台北有土地公庙的主委讲，因为土地公年岁大，爱食甜，一般民众拢会伫初1、19摕甜来拜拜。若生理人拢会伫逐个月初2、16替土地公伯做鸡，祈求保灾库。偏农的他们拜初1、15，偏做生理的，伊就是拜初2、16，迄几率会变较大。很自然的产生一个分水岭出来。逐档的旧历12月16，生理人会伫咧这年当中替土地公伯做上尾一届的买鸡。长久研究台湾民俗文化的学者表示，鸡伫咧古早意思是代表伫咧市场做交易的中人，伫咧买鸡这天，生理人就会传拜土地公的物件，除了感谢神明的保庇，嘛会请员工食饭，感谢员工这年来的辛苦功劳。做鸡这件代志呢，其实是生理人因的。特殊的这个民俗啦，咱若是其他的这个行业呢，就无需要做鸡，嘛无爱过买鸡这件代志。另外学者表示，伫咧买鸡这天，南北有无同款的风俗；伫咧北部才有食挂包的风俗，南部就无。挂包伫咧台语内底，互叫做好家底，因为挂包写做成字底啊，代表财富有招财的意思。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台湾戏曲艺术节，今年是第4月11日起过。今年要互传统戏曲对历史的事件出发，结合戏语甲充满想象的故事的情节，来互这传统戏曲有创新的呈现。大海无情，世事难料。甲台湾本地戏甲印尼的南洋音乐结合做伙，拍破国家的边界。这就是真婚林阁掌中剧团的一个皇帝在南洋，迄出为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突破戏语甲真实之间的界线。这也是今年台湾戏曲艺术节的主题有改无的精神。我们可以借由演出了解古代或是剧中人的想法，但是你又可以跟自己来做对话。所以不管是穿越，不管是异世界，不管是平行时空，不管是梦境幻境，其实呢都可以在里面得到很特别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看戏的体验。现代剧场舞台剧的元素嘛，结合真实甲戏剧、甲传统戏剧结合。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的戏剧艺术节，今年有邀请到台北木工剧团、秀琴歌剧团、棉花园戏剧总团，这有名的传统戏剧剧团表演。团艺中心表示，经过届届的剧场经验，发现传统戏剧结合现代元素真受欢迎，通吸引更加侪无同族群的观众入场看戏。我们要做的不是只是把年轻人爱看的戏，我们还得把我们原本喜欢看的这些老观众、老戏迷、铁粉们
也要守住。这几年因为戏曲的元素更蓬勃，以及呢跟现代剧场的更融洽、更可以共融，所以呢戏曲的无限可能就越来越多。团体中心表示，这几年来真侪戏剧艺术节的作品得到国内艺术奖的肯定，甚至是出国表演。这嘛显示台湾的戏剧正在透过创新继续传承。台湾戏剧艺术节今年已经是第8届，拍算自4月11日起办到6月初8。团体中心鼓励民众入场看戏，感受台湾传统戏剧的创新。记者讲李秀凯在报道。中华有幼稚园对去年开始和南北馆合作，教囡仔学北管。也伫校馆进前，囡仔举办成果发表会，特别设计囡仔歌结合北管的音乐演出。囡仔伫台顶是搬甲真认真，也那台下的观众是看甲笑嗨嗨。五仙是个，六仙是个，九仙是个，3位古水的囡仔兄办3层开场，边仔阁有北管咧伴奏，刷落来好戏开始。囡仔人搬出趣味阁活泼的即个戏带舞，让甲台下的观众笑开开。彰化市边河幼儿园用音乐演出的表演，展现这一年来学北管的成果。我真是足感动的，有看到这个囡仔竟然大班尔，这会使表演甲这自然，这么好。我们家小孩回去都会叫说，带我们来南北馆看一下，然后顺带我嘛熟悉就这我来南北馆这有这物件嘛就趣味。彰化市的滨河幼儿园2年前开始和彰化南北馆音乐戏剧馆合作，让囡仔人学北管。今年的成果发表会，甲北管结合西北河、花金歌这囡仔歌，用音乐剧的方式演出。除了在办生以外，咱这回阁有甲小朋友用这个北管的乐器，包括这鼓类的啦，阁有铜器类的，因拢学了真欢喜。成果发表会里面的歌曲，就是拢用咱台语的囡仔歌，让小朋友自细汉就开始学咱的母语。那北管的应用，囡仔嘛就喜欢呢。幼儿园表示，彰化是台湾南北管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老师设计用绘本、囡仔歌结合北管的表演，要让囡仔人自细汉接触传统艺术，认捌台湾的戏剧文化。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伊拉家己在地的布袋戏表演团队三麦堂是去服务老大人，因和家己基督教朋友合作，有邀请老大人做伙提早围炉，而且佮替这老大人设计表演甲人翁的体验，互因提早感受过年闹彩彩的气氛。提布袋戏翁仔来让老大人欢喜的心情，为民众看得出来。家己基督教朋友伫过年进前，安排因居家服务的长辈做伙围炉，佮邀请布袋戏表演团队三麦堂来表演甲展览，互长辈佮再次回忆看布袋戏的心情。真欢喜在遮大家来斗阵真热闹，真好。在怀旧的治疗，这些大脑的活化包含他们操作布偶这些手的灵活度，我觉得对长辈都是一个很好，可以让他们开心。然后又有活化他们大脑的一个作用。三麦堂表示，布袋戏伫较早无电视电影的时阵，是真受到欢迎的民间娱乐。透过这个展览甲表演，互长辈唔但通看戏，阁会当亲身体验人戏翁仔的趣味。这个老大人细汉的时阵，拢足侪人爱看布袋戏，然后因为人一世人拢唔捌耍过布袋戏翁仔，所以阮今仔一部分来是要演出互因看。到老日，一部分就是要互这时大人会当耍这布袋戏，人这布袋戏。迄个讲的，佮交老讲，查某讲查某听，查甫讲查甫听，足牛的。除了围炉甲表演以外，嘛阁有人来替长辈整理头毛。家己基督教病院表示，这居家服务的老大人，有的身体无方便，有的是中价收入好，透过活动举办，希望会当互长辈伫过年前提早感受到闹热的气氛。记者林慧萍家己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巴金森氏症，除了会当用药物治疗，即马嘛有伫脑部做晶片 DBS 的一款疗程。目前伫荷兰的医疗团队有开始咧测试，配合患者的病情，用手机去控制刺激的信号，希望会当有好的治疗效果。
现年48岁的范布瑞达本来当壮年时期，毋过10年前确诊得到帕金森氏症，家己感觉规个人生差不多乌有去。帕金森氏症候群的原因，主要是脑部负责制造多巴胺的神经细胞流失去。多巴胺是脑部神经信息传递必要的元素。目前除了药物的治疗，伫脑部抗晶片的脑部侵占刺激 DBS 嘛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毋过以往敢若单方向发出刺激信号予患者脑部，无大适应无共患者的需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目前当咧测试即种透过行动装置操作的软体，一方面会当记录，一方面会当配合调整。We now are able to record neural activity from the DBS leads that were previously only able to stimulate. This neural activity tells us something about symptom severity, and that makes us able to control the stimulation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patient. 公司新闻次家人编译。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有16度；中部的温度上加是13度，上悬有19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是21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4度，上悬20度。外岛10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